啊，那这个台东的成功渔港是来举办着标旗鱼的比赛，这是当地传统的掠鱼的方式。结果是一个船长陈春德标着25尾，摕到冠军。老经验的渔民手举标枪，目睭一直注意咧看扑出水面的机鱼，伫船头甲鱼仔展开大战，最后也是靠着大手甲机鱼 QQ 落落了后，才会当顺利收成。这就是古早的机艺标机鱼。台东成功渔民到即马拢也保留这种传统的掠鱼方式，为着鼓励这班老渔民保留技术，当时有新一代渔民来当投入传统，因为特别举办1个月赛程，今年成果是大丰收。比赛到即马25。伊就是今年的大赢家，25尾好成绩，真满意。今年伊上重也阁掠到258公斤的，所有机会拢是现掠现卖，保持肉质的新鲜。古老的方式呢，继续的传承下去。再来呢，冬天也是我们最肥沃的时候，啊，也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。透过活动，若是保留传统，嘛制造观光机会，以此机会拢期待像这款的活动呢，会当逐档举办。